亲爱主啊，我马该甘念的为世间人受苦的精神，我要做一个十字架战士，立志做一个宣教师，往普天路去，传福音予万民听。主啊，求你帮赞我。故国3月霜雪寒，暖春已经到台湾。千山万水来报道，千山万水搁刷落来咧。指望基督福音传。该牧师，你台湾话讲了袂歹咯，多谢你的夸奖。李修牧师，这摆真多谢你为打教，一路辛苦陪我坐船来到河尾，免客气。今嘛你选择河尾做你传福音的所在。愿主帮赞你，真是感谢李修牧师的斗相共。时间无早咯，我着赶紧转来去打狗，继续我的工作。我送你来去坐船，行来去。小郎严清华，家住河北，自幼好文不好武，对书倾吐，希望10年寒窗亮的高中，最近
咱家有来一个好手番啊，名叫马介，讲是要来传教，但是唔知要传什么教，我也真好奇，不如来去甲伊看卖咧。有人伫诶无？有人伫诶无？讲是番仔教，搁也有家人着爱孝敬父母，这是这位先生啊！哦，平安，请坐，来，我慢慢啊，才甲你解说啊，坐。请问阁下如何尊称？我叫做阿华啦。我有读过四书五经，感觉吼，恁这十条界真有意思，安尼真好。我来台湾，就是要报咱知影这个道理。我当人地青疏，以后就请多多照顾。介牧师啊！唔知影你即马阁有啥物问题？我的生活上一切拢 OK 啦，但是我的台湾话吼唔是真好。目前我上重要就是爱学台湾话。你若是要学台湾话，就爱对基本做起。基本对，我建议。你会当对甲囡仔开讲开始哦，但是遐个囡仔吼，看到我就走甲无伴的人，不要紧，下回我才甲你斗阵来去，安尼真好。我看日头也要倒落，啊无我请你来食一个遐中昼，哎呀，安尼咁好意思。免客气，行，来去。